世界经济论坛16日在瑞士起稿，全球120个国家领袖、政治经济头人会齐，要讨论包括俄乌战争、以下冲突、气候变迁，还有 AI 人工智慧。另外有环保团体伫咧关山画图形，要抗议这个论坛，干那考虑经济，无重视环境甲和平。 伫关山落西所在画图顶头写着性命比经济成长更较重要。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1月15日伫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外口发起无声的抗议，批评 WEF 甲环境甲和平囥边仔，敢若优先考虑经济的态度。一年一摆的世界经济论坛1月10日开始伫瑞士达沃斯起稿，今年总共有来自120个国家、2800个政治领袖甲学术国际组织人员来到位，区域冲突包括俄乌甲以下战争，变作是今年会议的重点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身来参加，公开呼吁中国应该爱参加全球和平会议。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ролі Китаю, вони грають велику роль у світі, тому ми б дуже хотіли, щоб Китай також був залучений до нашої формули, також залучений до саміту обов'язково. Але ви ж знаєте. 不过，因为罗西亚代表团互人拒绝参加，克里姆林宫8日表示，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未伫 WEF 当中摕到任何成果。白罗斯反对派头人蒂哈诺斯卡亚表示，无论如何拢挺乌克兰的立场。 伫开幕式顶头摕到2024水晶奖，华裔奥斯卡影后杨紫琼因为领导主义工课上的贡献得奖。今年的会议也搁讨论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气候天灾、人工智慧透明度、甲道德规范等等的议题。I do want to emphasize that we may be over-indexing on fear at the moment, which is very natural for humanity. I think it's important to think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for good, and it's not spoken about enough. But I think you're going to see some pretty incredible things coming as an output from AI. 包括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甲 Microsoft 高层等等，拢参加这场论坛。伫 AI 为主的30多场会议当中，其中一场主题就是机器人甲音标对民主国家的威胁，展现人工智慧产生的错误信息，变作是全球第2期上大的威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